交通部有个要来修正这汽车运输业客货运的一个运价准则，规定这机车外送的运价公式，伫必要的时阵会当来收等待费，也是劳展费等等的费用。这有过期是有60天，上紧明年2月就会开始实施。 外送员伫街路巷仔内骑车骑来骑去，无用得替人客送物件。为着互外送运费有合理的计算，交通部进行一个上新的外送运价公式。若是有必要，外送费会当加收等待费、劳展费等其他费用。你看人家要骑车，然后还要送到那边，还要往上走，其实这个都是相对要付出来的成本。所有的服务啊，就是使用者付费啦。对，我是觉得使用者付费，因为我觉得合理就好了。 交通部表示讲，全国内差不多有15万人做外送业，这摆的修法特别针对乌托邦的外送，定出独立的计算结果。乌托邦外送的每单公里基本运价是1，再搁加上合理的经营报酬率，乘每车公里合理成本，再搁都平均每车公里接单数，必要的时阵会当加收劳展费、过年的加成费等等。草案的话，主要是规范最多能收取的上限，商家抽成的利润去补贴运费啊，以那个平台有一个商业考量。事实上，伫去年交通部就捌针对外送运价提出修正草案，但是因为争议伤济，落尾无结果，即马搁一摆提出预告。不过，外送产业工会这团体同款有真侪疑虑。2大平台业者为基准下去规划这个运价的话，那你其他没有跟餐厅抽成的中小平台，那一定会倒闭。这个标准你们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制定哦，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每一个地方政府会变成是无头苍蝇。交通部强调，外送运价公式确定了后，会互公路局来启动5边的协商，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、平台的业者、外送员工会和消费者团体做伙讨论，照无共生活口来定定各地的运价，预估计有60天，收集各界意见，相信在明年2月完成修法上路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